老友記，立秋就快到。如果你今年上半年一直覺得錢難揾，更加難留，明明日日返工做到冇停手，人工一出，供樓交租、家用保險、醫藥費、人情開支一樣接一樣，未到月底，戶口已經所剩無幾。今日呢段內容你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因為今年立秋唔只係一個普通節氣，更加係一道由盛夏轉入初秋嘅門分。前面幾個月積落嚟嘅亂氣、燥氣同急氣，去到立秋就要開始收得好，下半年做事會慢慢順起嚟。應該收嘅數容易追翻，拖咗好耐嘅事情有機會重新推動，就連一直幫唔到你嘅人都可能喺關鍵時候講一句有用嘅說話。但如果你連裝錢嘅銀包都亂成一團，有機會嚟到面前你都未必接得穩。所以今晚返到屋企，先唔好急住買招財物件，亦唔好走去網上訂咩水晶、銅錢或者開光符。你只需要做一件好簡單嘅事，就係將平日跟你出街、跟你返工、陪你買餸、交費同收錢嘅銀包攞出嚟，打開佢，認真睇一次。我而家問你3個問題，你唔好急住回答，逐樣對照自己個銀包。第一個問題，你個銀包入面係咪塞滿各種已經冇用途嘅單據？街市單、超市單、藥房單、茶餐廳收據、停車票、提款機存根，甚至幾個月前買嘢留低嘅價錢牌，全部折成一團塞喺銀紙隔籬。有啲單據上面啲字已經淡到睇唔清，但你每次見到都同自己講遲啲先整理，結果一放就係大半年。第二個問題，你銀包入面啲銀紙係咪有啲向上，有啲向下，有啲折咗角，有啲走到好似用過嘅紙巾？找錢嗰陣趕，隨手塞入去，俾錢嗰陣又翻嚟翻去。明明銀包入面有錢，真正要用嗰陣卻總係揾唔到，連自己有幾多現金都唔清楚。第三個問題，你個銀包係咪已經開始甩皮、爆線、爛角，拉鏈有時拉唔到，卡位鬆到八達通同銀行卡都差啲跌出嚟，但你仍然覺得仲用得，冇必要換。有啲人唔係冇能力換，只係習慣咗咩都將就，鞋爛咗再着幾個月，燈壞咗遲啲先整，銀包破咗就用膠紙頂住。表面睇係慳錢，實際上呢種明知有問題都唔處理嘅習慣，先係最容易令人漏財嘅地方。如果呢3個問題你中咗2個以上，我想先同你講一句，你上半年辛苦揾錢卻留唔住，唔一定係你唔夠勤力。好多香港人已經好勤力，朝早逼車返工，夜晚拖住成身疲累返屋企，放假仲要處理家事。真正嘅問題可能係生活入面有太多細小漏洞，每一個睇落都唔嚴重，加埋一齊卻一直消耗你嘅錢同精神。一個月多俾幾十蚊冇取消嘅自動扣款，買完嘢唔記得保留真正有用嘅保養單據，朋友欠咗幾百幾千蚊又唔好意思開口，去超市見到特價就重複買屋企已經有嘅嘢。錢唔係一次過走清，而係喺你冇留意嘅地方一點一點流走。所以我成日講，銀包唔只係一個放錢嘅袋，佢亦係一個人點樣對待金錢嘅縮影。銀包入面清楚有序嘅人未必一定好有錢，但通常知道自己手上有幾多，使咗去邊，咩錢應該用，咩錢應該留低。銀包長期混亂嘅人就最容易喺趕急煩嘅時候作錯決定。你可以想象，財氣就好似一位準備去你屋企坐低嘅客人。客人去到門口，見到通道堆滿紙箱，入屋之後連一張乾淨嘅籮都揾唔到，就算佢肯入嚟都好難留得耐。銀包都係一樣，舊單據、失效卡片、咒亂銀紙全部逼埋一齊，就等於冇留低一個安穩位置，俾新一輪財氣停落嚟。但你唔好誤會，我唔係叫你將銀包入面所有嘢全部調走，更加唔係叫你清到1蚊都唔留。重要嘅保養單據、醫療收據、報稅憑證，全部都要另外分類保存。真正要清走嘅係嗰啲已經完成使命，留住都冇作用，只會令銀包愈嚟愈亂嘅嘢。至於立秋當日，銀包入面究竟要放咩？我先透露少少，佢唔係五帝錢，唔係水晶，唔係符，亦唔使你花幾百幾千蚊去買。大部分人屋企本身就有，真正重要嘅唔係價錢，而係你點樣揀，幾時放喺邊一格。不過喺揭曉之前，一定要先講清楚點解偏偏係立秋，點解唔係大暑，唔係農曆7月初1，亦唔係隨便揀一個所謂黃道吉日。因為24節氣從來唔只係用嚟睇天氣，佢更似一年運行去到唔同階段嘅刻度。春天主生，夏天主長，秋天主收，冬天主藏。
去到立秋，代表天地之氣由向外生長，慢慢轉入向內收斂。以前應該開拓嘅事情開始要睇成果，以前不斷投入嘅項目開始要計回報，以前只顧向前衝嘅人亦要停一停問自己，忙咗咁耐究竟留低咗啲咩？根據香港天文台公布嘅24節氣資料，2026年立秋係8月7日，正式交接時間係晚上7點43分。呢個時間一定要記清楚。8月7日成日都可以做準備，但真正屬於立秋之後嘅接財動作，我會建議放喺晚上7點43分之後完成。交接之前先清，交接之後再接，成套做法先有清楚次序。當然，立秋唔代表香港即刻變涼。香港去到8月仍然又熱又濕，日頭行幾步路都可能成身汗。但節氣講嘅唔係某一刻突然降溫，而係大方向開始改變，就好似一艘船準備轉彎，唔會一秒之間完全掉頭，但船頭一轉之後行嘅方向已經唔同。從傳統五行角度嚟睇，夏天火氣旺，秋天金氣漸起，火代表外放、速度、熱情同擴張，金就代表收斂、秩序、取捨同成果。放喺財運上面理解，就係前半段重點在於揾機會做事情，投入時間。入到秋天之後，更加重要嘅係計數、收款、整理資源同留低成果。所以立秋真正重要嘅唔係叫你幻想有一筆錢突然由天跌落嚟，而係提醒你下半年要由節顧揾錢轉向識得收錢同守錢。人工增加唔等於有積蓄。生意多咗唔等於利潤增加，識咗好多人亦唔代表每一個都係貴人。只有將數目睇清楚，將唔合適嘅支出停落嚟，將應該收翻嘅款項追回嚟，啲錢先真正落到自己手上。2026年係丙午年，按照傳統干支講法，天干丙屬火，地支午亦帶火，所以呢一年火嘅象徵特別明顯。你回想一下，今年上半年嘅生活係咪好多事情都嚟得好急？消息轉得快，身邊人情緒容易躁，工作要求越嚟越多，消費決定亦比以前更加衝動。有啲人見到限時優惠，未諗清楚就落單；有啲人聽到朋友話某個項目有得做，合約未睇完就答應投錢。仲有人明明已經好攰，仍然同時接幾份工作，覺得做得愈多，揾得一定愈多，最後身體透支，數目混亂，應收嘅錢未收到，新嘅支出卻已經開始。呢個就係火太急嘅問題。火有好嘅一面，可以推動人行動，但火太旺，人就容易急、容易躁、容易為咗面子作決定，亦容易喺興奮嗰陣高估自己承受風險嘅能力。去到立秋，金氣開始接手，最需要做嘅唔係再加一把火，而係令過去幾個月過旺嘅速度慢慢穩落嚟。所以今年立秋，我唔建議大家喺屋企擺滿紅色物件，更加唔使點10幾支香，燒大量金紙或者長時間點蠟燭，以為火愈旺，財運就愈旺。火可以生動力，但過火就會令人失去判斷。尤其香港好多家庭住細單位，窗戶唔大，通風有限，大量燃點香燭，唔單止令空氣局促，亦會增加家居安全風險。真正適合今年立秋嘅做法係用光，唔係用熱；係整理，唔係堆放；係安靜，唔係大張旗鼓。你可以喺日頭拉開窗簾，俾屋企見光。冇陽光都唔緊要，將壞咗嘅燈膽換好，抹乾淨窗邊同大門附近。你亦可以將一直堆喺玄關嘅快遞盒、紙袋同舊報紙收走，令一家人出入嗰陣唔使瓜身避開雜物。呢啲事情睇落好普通，但你唔好小看。環境一亂，人就容易心煩。人一心煩，就會將應該處理嘅文件繼續拖落去，將應該追嘅數忘記，將唔應該買嘅嘢買返屋企。所謂家宅氣場，好多時就係環境、情緒同決定互相影響嘅結果。真正嘅財運至少有3層，第一層係機會，有人介紹工作俾你，有舊客戶重新揾你，有一筆拖咗好耐嘅款項，終於可以處理，呢啲都係機會。第二層係判斷，機會出現嗰陣，你可唔可以睇清楚條款，分得出邊一個合作值得做，邊一個只係表面熱鬧？呢樣決定你會得到財，定係因為心急而破財？第三層係流傳，錢入嚟之後，你有冇先處理必要開支，留低應急資金，定係因為一時高興就即刻增加消費，留唔留得住，先係財運最後一關。立秋個秋字，重點就係一個收字。收
唔係叫你變得小氣，亦唔係所有錢都唔肯使，而係分得清咩值得投入，咩只係情緒消費，咩人真正需要幫，咩要求已經超過自己能力，咩機會可以慢慢發展，咩事情只係利用你怕錯過嘅心理。所以今年立秋，我哋唔求一夜暴富，先求3件事：令應該收嘅錢慢慢收返，令冇必要嘅支出逐步停落嚟，令自己面對重大決定嗰陣唔再咁急。呢3件事只要做好，下半年嘅財務狀態已經可以比上半年穩好多。至於銀包，點解係今次立秋最重要嘅物件？道理都好簡單。屋企嘅財位固定喺屋入面，但銀包會跟住你返工、買餸、見客同出街，佢係最接近你每日金錢決定嘅地方。你俾錢之前要打開佢，收錢之後亦要放返入去。佢整唔整齊，會不斷提醒你自己究竟係管理緊金錢，定係俾混亂習慣拖住行。8月7日晚上7點43分之前，我哋先做減法，將唔屬於下半年嘅舊單據、失效卡片、混亂同拖延清走。晚上7點43分之後再做加法，將嗰一樣象徵有底有序有流傳嘅嘢放入銀包最穩妥嘅位置。清理唔使做得複雜，亦唔使揀咩神秘方位。你只要喺8月7日日頭或者晚上7點43分之前，揾一個唔會俾人催，唔需要急住出門嘅時間，坐低用15至20分鐘完成。唔好一邊搭車一邊清，亦唔好喺街上將銀包入面啲嘢全部倒出嚟，避免唔見銀行卡、身份證或者重要單據。先準備一塊乾淨軟布，一個垃圾袋，再準備3個普通信封或者文件夾。第一個放仲有保養用途嘅購物單據，第二個放醫療保險同報稅資料，第3個放仍然未報銷、未追收或者需要處理嘅財務文件。準備好之後，先正式打開銀包。第一種要清走嘅舊氣，就係已經完成使命嘅單據同紙張，你逐張攞出嚟睇清楚。上個月買餸留低嘅街市單，已經過期嘅商場優惠券，冇再使用嘅折扣卡，提款後留低但戶口數目已經核對清楚嘅存根，呢啲都可以妥善處理。仲有啲人中意將寫住電話號碼、欠款數目或者待辦事項嘅紙仔塞入銀包，一放就係幾個月。事情明明冇處理，張紙卻每日跟住自己出街，見一次就煩一次。但我要特別提醒，清理唔等於見紙就掉。買電器、手機、家居用品留低嘅保養單據、複診同藥物收據，可以報銷嘅交通或者工作開支，同埋報稅需要用嘅憑證，全部唔可以隨手掉。佢哋應該離開銀包，但要放入頭先準備好嘅文件夾，再寫清楚類別同日期。呢個動作睇似只係整理，實際上係幫你分清楚3種錢：已經使完嘅錢，仍然有保障作用嘅錢，同埋應該追收翻嚟嘅錢。好多人唔係冇錢，而係連自己有幾筆款項未報銷，幾張單據仲可以保養，邊啲費用其實可以取消都唔知道，數目唔清，啲錢自然難守。例如有啲做散工或者幫公司添資嘅朋友，平日交通費、買材料嘅費用全部自己俾住先，單據就塞喺銀包最底。到月底想報銷，先發現有啲字已經磨走，有啲單據唔知去咗邊，幾十蚊、百幾蚊睇落唔多，一年累積落嚟，可能已經係一筆唔細嘅數目。所謂漏財，有時唔係做錯一個大決定，而係一直冇處理好呢啲小數目。第二種要清走嘅舊氣係冇次序嘅銀紙、散銀同卡片，將所有銀紙攞出嚟，先數清楚，再按自己容易使用嘅方式分類。面額可以由細到大排列，亦可以由大到細排列，冇唯一規定。最重要係所有銀紙方向一致，可以平整放好。已經折角嘅銀紙可以輕輕撫平，唔好用膠紙亂貼，亦唔需要攞熨斗去揾。如果你用短銀包，銀紙需要對折，就沿住原本位置整齊折好，唔使為咗所謂財氣舒展，勉強買一個自己用唔慣嘅搶銀包。真正適合你嘅銀包係攞嘢方便，卡片唔會跌出嚟，數目容易睇清楚，而唔係價錢最貴或者體積最大嗰個。散銀要放入有拉鏈或者可以扣好嘅散銀格。如果銀包本身冇散銀位，可以準備一個細散銀包，避免散銀長期喺手袋底、褲袋、梳化、乸棘同車廂四圍散落。返屋企見到散銀，亦可以集中放喺固定位置，夠數就存入銀行，或者用喺日常小額開支，跟住檢查銀包入面啲卡。
銀行卡、身份證、加稅執照同常用會員卡可以留低，已經失效嘅銀行卡、過期會員卡、幾年冇用嘅名片，同埋純粹因為可能有一日會用而一直放住嘅卡，就應該逐張處理。涉及個人資料嘅卡片唔好完整掉入普通垃圾，應該展開姓名、卡號同臍帶位置再棄置。第三種要清走嘅舊氣係銀包本身嘅污漬同破損，將銀包入面啲嘢全部攞出之後，用梘淨軟布輕輕抹內外。唔同物料有唔同清潔方法，唔肯定嘅話，只用梘布除塵就夠，唔好隨便倒酒精、香水、香油或者清潔劑落去。銀包係每日接觸雙手、着面同唔同環境嘅物件，保持梘淨已經足夠，唔使攞香火煙棍。撥嗰陣順便檢查4個位置，拉鏈係咪暢順，卡位有冇鬆脫，內層有冇穿窿，邊角係咪嚴重爆裂。如果只係少量灰塵或者輕微磨損，清潔之後繼續用完全冇問題。唔好聽到立秋就急住花幾千蚊換名牌，銀包財未入，自己反而先使一大筆。但如果拉鏈已經扣唔好，卡片隨時跌出嚟，內層破到銀紙同散銀會滑入夾層，呢個就唔止係外觀問題，而係實際有遺失金錢同證件嘅風險。呢種銀包應該安排修理或者換一個耐用適合自己嘅款式。換銀包嗰陣，將舊銀包徹底清空，檢查每一個暗格，確定冇證件、銀紙同個人資料，再用梘布抹梘淨，放入袋妥善棄置。如果物料可以回收，就按所在地區嘅回收方式處理，唔需要燒，唔需要剪到粉碎，亦唔使搞複雜儀式。一句多謝，一次完整整理，已經係對陪咗自己多年嘅物件最好嘅交代。第4種要清走嘅舊氣係銀包冇固定歸位嘅習慣。你回想一下，每晚返到屋企，銀包通常放喺邊？有人隨手放喺飯台，第二朝趕住出門就四圍揾。有人連銀包一齊塞喺尋日住過嘅褲袋，第二日換衫先發現唔記得帶。仲有人將銀包放喺鞋櫃、洗手間附近或者廚房工作台，容易沾到濕氣、油煙同污汁。由立秋開始，幫銀包揾一個固定位置，可以係睡房或者書台入面一個梘淨抽套，亦可以係一個細托盤或者收納盒。位置唔需要神秘，最重要係乾爽、整潔、容易記得，又唔會俾訪客一眼睇到。銀行資料、密碼同大量現金更加唔應該公開放喺客廳。銀包有固定位置之後，你每日出門前唔使四圍揾，返屋企之後亦會自然將當日單據攞出嚟。呢種小習慣做耐咗，人會慢慢建立一種感覺，錢由邊度嚟，去咗邊，剩返幾多，全部有跡可尋，財有位置，人心先會有底。完成呢4步之後，唔好急住將所有嘢塞返入去。先留低真正需要嘅證件、常用卡片、整理好嘅銀紙同少量散銀，等最深嗰格保持乾淨，唔好放單據，亦唔好放欠款紙條。呢一格就係立秋交接之後要用嘅位置。講到呢度，而家正式揭曉，立秋當晚銀包究竟要放咩？呢樣嘢唔係五帝錢，唔係水晶，唔係符，亦唔係需要花錢請返嚟嘅法器，而係一張屬於你自己乾淨完整、暫時唔使用嘅銀紙。我哋叫佢做立秋種子錢。點解係一張銀紙而唔係其他招財物件？因為銀紙本身就係你每日最直接接觸嘅金錢。每次打開銀包見到佢，都會提醒你，無論呢個月有幾多支出，手上都要留一點底。無論人哋話某個機會有幾吸引，都唔好將自己所有積蓄一次過投落去。無論家人同朋友有幾需要幫忙，亦要先保留自己基本生活、醫療同應急資金。一個人真正開始有財底，唔係由揾到第一筆大錢開始，而係由佢唔再將自己使到一點退路都冇開始。準備立秋種子錢，有幾個原則一定要記住。第一，呢張銀紙一定要屬於你自己。佢可以來自人工，可以係做生意收到嘅現金，亦可以係自己平日留低嘅生活費，但唔好為咗完成呢個做法，特登向人借錢。借返嚟嘅錢本身帶住歸還責任，放喺銀包入面，亦唔係真正屬於自己嘅財底。更加唔好因為當日冇現金，就急住用信用卡套現，或者特登借一大筆錢換成新鈔。立秋種子錢嘅重點係量力而為，唔係用一筆唔屬於自己嘅錢製造表面富足。第二，面額大小唔重要，20蚊、50蚊、100蚊都可以，按自己能力同日常習慣揀，唔係面額愈大，財氣就愈旺。
如果你每月生活費本身已經好緊張，卻勉強攞1000蚊放喺銀包唔用，最後買餸搭車都唔方便，呢個唔係守財，而係為咗一個形式增加壓力。真正有力量嘅唔係銀紙上面個數字，而係你願意由呢一日開始幫自己留低一點唔輕易動用嘅財底。第三，唔一定要全新銀紙，但一定要乾淨完整。有新鈔當然可以，冇都唔使專登走幾間銀行兌換，只要銀紙冇嚴重破損、冇沾滿污漬、冇用膠紙反覆修補，整體平整就可以。如果有少少折痕，用手輕輕敷平就得。唔好喺銀紙上面寫字、畫符或者蓋印，亦唔好搽香油、香水同任何液體。銀紙本身已經足夠，唔需要再加工。你要保存嘅係自己嘅財底，唔係將一張正常銀紙變成用唔到嘅物件。去到8月7日晚上7點43分之後，確定前面講過嘅銀包清理已經完成，就可以做接財呢一步。先揾一個恬靜安靜嘅位置坐低，將雙手洗乾淨抹乾，唔好一邊食飯一邊睇電視，亦唔好一邊同屋企人拗緊事情。成個過程唔使好耐，3至5分鐘已經夠。先將銀包入面原有嘅銀紙重新數一次，確認自己手上有幾多現金。然後攞出揀好嘅種子錢，輕輕撫平，將佢同其他銀紙保持同一方向。呢個動作唔係因為銀紙有生命，而係等你由混亂重新返到有序。跟住將種子錢放入銀包最深、最完整、最唔容易跌出嚟嘅一格。呢一格唔好同時塞滿購物單據、欠款紙條、名片同過期優惠券。如果銀包有幾個銀紙格，可以揀最內層嗰格單獨放。如果只有一個銀紙格，就將種子錢放喺最內掛，其他日常使用嘅銀紙放喺外掛。用短銀包嘅朋友可以按照銀包原本設計將銀紙整齊對接，唔使勉強塞直。用卡片套嘅朋友，如果入面有安全唔會令銀紙跌出嚟嘅夾層，亦可以將銀紙折好放入去。但唔建議隨便塞喺手機殼後面，因為攞手機嗰陣容易跌落嚟，亦可能因為成日抽卡而整走。放好之後，你可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一句簡單嘅說話。願我下半年有進有流，量入為出，做事清醒，家宅平安。唔使講好長，亦唔使背特定口訣。先講平安，再講財路。因為一個家庭如果身體唔安，關係唔和，就算收入增加，最後都可能變成另一種壓力。呢句說話真正嘅作用係幫你重新定低下半年嘅金錢原則。有進代表願意把握正當機會，有流代表收入入嚟之後唔全部使走。量入為出，代表唔為面子增加超出能力嘅開支。做事清醒就代表投資同合作之前先睇清條款。種子錢放好之後要放到幾時先可以用？如果生活情況許可，可以將佢留到秋分前後，陪自己行過由立秋到秋分呢一段修煉整理嘅時間。呢段期間，每次打開銀包見到佢就提醒自己先守住財底，唔好衝動作決定。但呢個唔係一條完全唔可以改嘅禁令。如果屋企突然需要買藥、搭車處理必要生活開支，而你身上只剩低呢張銀紙，當然可以用。唔好因為驚所謂破壞財運，耽誤真正重要嘅事情。用咗之後，等生活回復穩定，再按自己能力放翻一張乾淨銀紙就可以。真正嘅守財係等金錢喺需要嗰陣發揮作用，而唔係為咗儀式，眼見屋企人有需要都唔肯用。對唔同生活狀況嘅人，立秋種子錢亦有唔同提醒。打工嘅朋友，每次見到佢要記得人工出糧之後先留低固定儲蓄，再安排家用同日常支出，唔好等到月底睇剩翻幾多先儲，因為好多時去到月底已經冇得剩。做生意嘅朋友見到種子錢，要提醒自己將生意款項同個人生活費分開。戶口入面有錢唔代表全部都係利潤，當中可能仲有貨款、租金、人工、稅務同需要退翻俾客人嘅訂金。真正可以用嘅係扣除責任之後留低嘅部分。已經退休或者主要靠積蓄生活嘅朋友，種子錢提醒你嘅唔係冒險求還財，而係先守住醫療生活同應急需要。遇到親友借錢或者有人介紹高回報計劃，更加要先問清楚呢筆錢一旦收唔返，會唔會影響自己之後嘅生活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唔好將種子錢當成炫耀嘅物件。放好之後唔使攞出嚟影相，亦唔使四圍同人講自己揀咗幾大面額。財不露白唔只係命理講法，亦係現實生活入面嘅安全同分寸。
同樣唔好將白米、茶葉、香料或者容易受潮嘅嘢直接塞入銀包。香港天氣濕熱，呢啲嘢放耐咗可能發霉、惹蟲或者整污糟銀紙。你亦唔需要同時放符牌、銅錢、水晶同各種招財卡。銀包本身空間有限，嘢放得愈多唔代表財運愈強，只代表你又將啱啱清乾淨嘅位置重新塞滿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只係放一張銀紙真係可以帶嚟橫財咩？我一定要講清楚，世上冇一張銀紙可以保證你突然中獎，亦冇一個師傅可以保證做完呢個動作就即刻發達。所謂下半年財路，可能係一筆拖欠好耐嘅款項終於收返，可能係舊客戶重新揾你，亦可能係你避開一次衝動消費，取消幾項冇使用嘅自動扣款，或者喺簽約之前睇清楚一個原本會令你損失嘅條款。收到一筆意外之財係財，避開一筆冇必要嘅損失同樣係財。收入增加係財，令辛苦揾返嚟嘅錢留得更耐亦係財。立秋種子錢真正要種低嘅唔係貪念，而係一個新習慣。由8月7日晚上開始，銀包唔再使到完全空，重大決定唔再因為心急即刻答應，別人開口借錢嗰陣先計自己能力，有收入入嚟嗰陣先留低一部分。當你願意守住呢啲原則，呢張普通銀紙先真正有意義。不過立秋當晚除咗要放啱嘢，仲有7件事一定要特別留意，因為好多人對好日子有一個誤解，以為既然立秋金氣開始到，自己又完成接財步驟，呢一日投資一定賺，買咩都會升，答應任何合作都會成功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好日子真正嘅作用係等你停落嚟整理生活、穩定情緒，唔係替所有決定提供保證。運勢好代表可能遇到更多機會，但機會愈多愈要分清楚邊啲真正適合自己，邊啲只係利用你心急同貪快嘅心理。第一件事，唔好因為聽到自己行財運就突然參與高風險投資或者落重注。有啲人平時其實好謹慎，但聽完運程覺得下半年財星轉旺，膽就突然大咗。朋友話某隻股票一定升，某種虛擬資產好快翻倍，某個項目只剩最後幾個名額，自己本來完全唔熟，卻因為驚錯過，當晚就將錢轉出去。你要記住，任何需要你即刻俾錢，唔俾你慢慢了解，又反覆強調一定賺包回本，今夜唔入就冇機會嘅講法，都要提高警覺。真正值得參與嘅計劃，唔會怕你睇合約、查背景同計風險。立秋代表收斂，唔代表豪賭。你可以錯過一個睇唔清楚嘅機會，但唔好因為一次衝動影響自己多年積蓄。運勢再好都唔可以代替資料、合約同風險管理。第二件事，唔好喺心軟或者興奮嗰陣借錢做擔保同代人簽名。立秋前後，好多人都希望自己積福，覺得幫人就會有好報。幫人冇錯，但幫人之前要先睇清楚自己能力。親友突然開口借錢，唔好因為怕破壞感情，連對方用嚟做咩、幾時還都唔問清楚。如果呢筆錢最後收唔返，會影響你供樓、家用、醫療或者退休生活，就唔適合勉強借出去。就算決定幫，都要將金額、日期同還款安排寫清楚。白紙黑字唔係唔講感情，而係避免日後大家記法唔同，連原本嘅感情都失去。替人做擔保，借出銀行戶口，用自己名義開公司或者代簽財務文件，更加唔可以因為一句識咗好多年就答應。你簽低嘅係自己責任，唔會因為對方係親戚朋友就自動消失。第三件事，唔好喺情緒最強烈嗰陣簽大合約或者作重大金錢決定。人開心嗰陣容易高估收入，人驚嗰陣容易低估未來，人生氣嗰陣又容易作出帶住報復性嘅決定。有人同老闆鬧完交，當晚即刻辭職；有人同另一半拗完，故意買一件好貴嘅嘢；有人啱啱收到一筆獎金，就覺得之後收入一定愈嚟愈多，馬上增加長期供款。所以立秋當晚如果收到新合作邀請、大額訂單或者投資計劃，可以先記低，但唔好因為對方催就立即答應，至少俾自己瞓一晚。第二日精神清醒嗰陣，再睇清楚總成本、付款期限、退出條款同最壞情況。尤其唔好一邊食飯一邊睇投資資料，或者臨瞓之前攤喺床上處理大額轉搶。食飯嗰陣應該俾身體安定，睡床就係休息嘅地方。人喺攰餓或者分心嘅狀態下，最容易睇漏數字同條款。
第四件事，唔好為咗追求立秋旺財，衝動買昂貴法器。每逢節氣轉換，網上都可能有人賣所謂限量招財物、特別開光套裝，或者只係當日有效嘅改運服務，價錢由幾百蚊到幾萬蚊都有，仲會同你講錯過今次就要再等好多年。真正適合普通家庭嘅整理方法，唔應該令你增加沉重負擔。前面講嘅清銀包、整理單據同放入種子錢，全部可以用自己本來就有嘅嘢完成。如果一個所謂旺財方法，第一步就要求你使一大筆錢，更加要問清楚究竟係幫你守財，定係利用你想轉運嘅心情賺你嘅錢。有人係因為外面見朋友請咗一件昂貴擺設，自己就覺得都要買一件更大嘅，但開運物件唔會幫你交卡數，亦唔會幫你追回欠款。與其花幾千蚊買一件唔知有冇作用嘅物品，不如先還一部分高息欠款，建立醫療同應急儲備，呢個先係實際守財。第五件事，唔好將銀包清到1蚊都冇，亦唔好將種子錢當普通散紙隨手洗走。有啲人聽到要清銀包，就將所有銀紙同散銀全部攞走，只留一個空殼。呢個唔係我哋所講嘅清理，清嘅係雜物、過期單據同混亂，唔係將所有可以使用嘅錢全部清空。銀包入面應該保留適量日常現金同嗰張種子錢，數目按自己生活習慣決定，唔需要刻意放好多。最重要係俾自己知道邊部分係日常使用，邊一張係提醒自己保留財底嘅種子錢。同樣唔好完成之後即刻去便利店，將種子錢用嚟買一堆唔需要嘅零食或者雜物。如果真係遇到必要開支，當然可以用。但如果只係因為懶得揾其他銀紙，就隨手攞出嚟使，呢個提醒就失去意義。第六件事，唔好大量燒香、點蠟燭，或者將屋企佈置到成片通紅。2026年本身係丙午火年，立秋，重點係令過旺火氣慢慢收斂。如果再用大量紅色同火焰堆疊，唔單止冇必要，亦可能令細單位變得局促。屋企有長者、細路、寵物，或者呼吸系統比較敏感嘅人，更加要注意通風。有拜神習慣嘅朋友，按照自己平日方式簡單上香就可以，唔使因為立秋特登增加數量。冇拜神習慣嘅朋友，開窗換氣、抹乾淨台面、換好壞咗嘅燈膽，一樣可以完成整理。唔好一邊點住香妝，一邊離開屋企或者低頭睇手機。所有明火都應該有人睇住，離開之前一定要完全熄滅。家宅平安永遠排喺旺財之前，唔可以為咗追求儀式感忽略最基本安全。第七件事，唔好因為錢銀問題對屋企人講傷感情嘅說話。好多家庭真正嘅漏財口唔喺大門，亦唔喺廚房，而係一家人講錢嗰陣嘅語氣。有人覺得自己負責最多，就話屋企人只識使錢；有人收入暫時減少，就俾人指責冇本事；仲有人為咗幫邊個親戚俾仔女幾多家用，由小事鬧到翻舊腸。立秋係收口、收心同收氣嘅時間。當晚如果屋企人對金錢安排有唔同意見，可以先將數目寫低，等大家情緒平靜之後再傾。唔好用你永遠都係咁，呢頭家冇你仲好。我一世都冇運呢類說話傷害大家。一句說話講出口只需要幾秒，但修補關係可能要幾年。家庭氣氛長期緊張，人返到屋企冇得休息，第二日工作同判斷都會受影響。所謂和氣生財，唔係叫你任何事情都忍，而係有問題就講數目、講責任、講解決方法，唔好用侮辱同翻舊腸去處理。講完呢7件事，你會發現真正容易令人破財嘅，往往唔係某一個方位擺錯，而係4種性格冇控制好。第一種係心急，機會啱啱出現就驚俾人搶走，資料未睇清楚就俾錢。第二種係心軟，自己都未有保障，人哋一開口就將積蓄攞出去。第三種係外面，收入未增加，生活規格同生意排場已經先升級。第四種係怕錯過，聽見人哋揾到錢就覺得自己唔即刻跟就會落後。呢4種心態，任何一種失控都比銀包顏色同招財擺設更加容易影響財務。立秋真正要收住嘅就係呢份急軟虛同怕。完成立秋當晚嘅步驟之後，唔需要坐喺度等橫財出現，種子種落去之後，仲要每日照顧。由立秋第2日開始，我建議大家用7日時間，每日處理一個生活入面嘅財務漏洞，唔使一次過執完整間屋，亦唔使逼自己突然改晒所有習慣。
每日用15分鐘處理一件睇得見做得到嘅事情。7日之後，你未必會突然發達，但你個銀包、間屋啲數同心情一定會比之前清楚。第一日，幫銀包建立一個固定歸位習慣。每日返到屋企，唔好將銀包隨手掉喺飯台、梳化或者尋日住過嘅褲袋，放返入前面準備好嘅抽套、托盤或者收納盒，再用2分鐘攞出當日新增嘅單據。有用嘅單據放入對應文件夾，冇用途嘅就妥善處理。順便睇一眼種子錢係咪仍然放喺最內層，其他銀紙有冇重新失亂。呢個動作每日只需要2分鐘，但可以避免銀包幾個星期後又變返原本個樣。你要記住，整理一次叫儀式，持續整理先叫習慣。真正可以幫你守財嘅係後面呢個習慣。第2日，清理大門同每日出入嘅通道。香港唔少家庭居住空間有限，快遞紙箱、鞋、雨傘、購物袋同舊報紙好容易堆喺門邊，每一樣都覺得遲啲有用，最後開門要身，出門又成日揾唔到鎖匙同八達通。你唔使將玄關佈置到好似酒店，只要做到通道暢順，鞋排好，垃圾唔過夜，門鎖同門燈正常就夠。已經唔會再用嘅紙箱，拆平之後妥善處理。壞咗嘅雨傘唔好放幾年，長期唔着嘅鞋可以清潔之後轉種或者棄置。大門整理好，第一個得到好處嘅唔係財神，而係你自己。朝早出門唔使因為揾嘢而心急，夜晚返屋企唔會一開門就覺得壓迫。人嘅情緒穩定咗，做事自然少一點錯漏。第3日，檢查銀行戶口同自動扣款，揾一個精神比較好嘅時間，打開最近3個月嘅銀行記錄，逐項睇固定支出。已經冇使用嘅影音平台、手機應用程式、網上服務、健身會籍同其他訂閱，如果每月仍然扣緊錢，就安排取消。唔好睇少每月幾十蚊。5個冇使用嘅服務加埋，一個月可能已經幾百蚊，一年就係幾千蚊。呢筆錢唔使等財星入命先出現，只要你認真檢查一次，就可以親手留返低。同時檢查信用卡係咪有分期、利息同逾期費用，可以自動還款嘅就設定合理安排，需要手動處理嘅就喺日曆記低繳款日期。好多冇必要嘅支出唔係因為買得多，而係因為唔記得同一直拖。第4日，檢查屋企真正會令你使錢嘅漏洞，睇下水龍頭有冇滴水，馬桶有冇長流水，雪櫃門係咪拴唔實，拖板同電線有冇損壞。壞咗好耐嘅電器，如果仍然需要就安排維修。完全唔會再用嘅，唔好因為一句可能有一日有用而一直留住。漏水、漏電、電器失效，唔只係風水講法，而係真正會增加水費、電費同維修成本嘅問題。尤其涉及電線、爐具同明火，唔好自己亂拆，應該揾合資格人士處理。有啲人願意花幾千蚊請人擺風水陣，卻唔願意花時間整好一條漏水喉。其實水費日日增加，櫃底慢慢發霉，最後連家許同地板都要換，呢個先係最直接嘅漏財。第5日，幫自己建立一筆真正嘅財底。如果你有固定收入，可以喺出糧之後先轉一個自己負擔得到嘅數目去儲蓄戶口，金額唔使一下定得好高，先由可以持續做到嘅數目開始。每月500蚊可以，每月1000蚊亦可以，重點係先留後用，而唔係使完先睇有冇成。做生意嘅朋友要將貨款、租金、人工、稅務同個人生活費分開。客戶付款入場唔代表成筆錢都係利潤，先扣除需要承擔嘅成本，再決定有幾多可以使用。退休或者收入唔固定嘅朋友就先保留醫療、生活同緊急開支。唔好因為親友一句回報好高，就將保障自己生活嘅錢攞去冒險。種子錢提醒你嘅，正正係任何時候都要幫自己留一條退路。第6日，同屋企人開一次唔鬧交嘅金錢會議，揾一個大家都唔趕時間嘅晚上，將家庭主要收入、固定開支、債務同未來幾個月可能出現嘅大額支出寫低，只講數目同安排，唔翻舊賬，亦唔好一開始就指責邊個蝕得最多。例如仔女開學要幾多費用，長者福誠要預留幾多，保險幾時續期，屋企邊件電器可能要換。提早知道就可以提早準備，唔會等到支出突然出現，大家先互相埋怨。如果屋企有一個人長期承擔大部分責任，亦要等其他人知道實際情況。唔好因為驚屋企人擔心，所有壓力都自己收埋。
好多家庭唔係冇能力解決問題，而係一直冇人願意將數目完整講清楚。第7日，回顧下半年真正值得把握嘅3個機會。攞一張紙寫低目前最可能改善收入嘅3件事，可以係一筆應該追收嘅款項，一位好耐冇聯絡但以前合作愉快嘅客戶，亦可以係一項自己已經識，可以慢慢變成額外收入嘅技能。跟住逐項問自己呢件事需要咩準備，最壞情況係咩，投入嘅時間同金錢係咪喺自己承受範圍之內。唔好同一時間開10個計劃，先揀1至2件最清楚、最有把握嘅事情做好。由呢一日起，任何大額消費、投資同合作都幫自己設定一個冷靜期。對方語催你預要慢，至少隔1晚再決定涉及多年積蓄嘅事情，就要用更長時間調查同考慮。完成呢7日之後，你可以觀察自己有冇出現3種變化。第一種變化係數目開始變得清楚，你知道每月固定支出有幾多，邊啲費用可以取消，邊啲款項仍然未收返，唔再只係模模糊糊覺得錢唔夠用。第二種變化係衝動消費慢慢減少，以前見到限時優惠就立即落單，而家會先問屋企係咪已經有同類物品，買返嚟係咪真係會用。可以避開一次冇必要嘅支出，就係幫自己留低一筆財。第三種變化係個人開始穩落嚟，遇到親友借錢，識得先計自己能力；遇到合作機會，識得先睇清合約；同屋企人講錢嗰陣，亦唔再只靠情緒同猜測。呢啲變化睇落冇一夜暴富咁刺激，卻係財運真正開始轉好嘅信號。因為長久嘅財唔只係突然收到幾多錢，而係你有能力將收入留低，有能力避開唔適合嘅風險，亦有能力喺屋企人真正需要嗰陣攞得出錢。所謂還財，亦唔一定只係中獎，拖欠好耐嘅款項突然收返，係意料之外嘅財。一位舊客戶重新介紹生意，係人脈帶嚟嘅財。原本準備衝動投資，最後因為睇清風險而避開損失，同樣係收返嚟嘅財。立秋種子錢冇魔法，佢只係每日提醒你唔好再將自己使到冇退路。當你開始尊重每一筆收入，睇清每一項支出，珍惜願意提醒你嘅家人同朋友，所謂財氣先有地方停落嚟。所以8月7日立秋當晚，先將銀包整理乾淨，再放入一張屬於自己乾淨完整嘅種子錢。唔好借錢充數，唔好追求大面額，唔好迷信昂貴法器。先守住自己個心，再守住手上嘅錢，先顧好一家人平安，再講下半年財路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，將一直拖住嘅財務小事逐樣處理，可以喺留言區留低一句：我已接住立秋財氣。亦歡迎將呢段內容分享俾屋企負責理財做生意，或者上半年一直好辛苦嘅朋友。記得訂閱頻道，下一期我哋會繼續講立秋之後屋企邊3個位置最容易藏住舊氣，同埋唔同生肖喺下半年應該先守財，定係主動把握機會。願大家由立秋開始，屋企有光，銀包有底，做事有分寸，身邊有貴人。應該收返嘅慢慢收返，唔適合嘅風險可以及時避開。一家人少一點爭執，多一點商量。真正嘅好運唔係令你咩都唔使做，而係當機會嚟到面前嗰陣，你已經準備好接住佢。